香港嘅朋友仔，依家50幾萬嘅首期就可以喺我哋深圳羅湖呢邊攞低一棟蓮塘口岸地鐵上蓋嘅70年產權精裝嘅住宅單位，而且喺蓮塘口岸返香港有幾咁方便，就唔使我多講啦。佢7分鐘就可以返到我哋口岸過關啊！而且仲要係4.0嘅新規住宅產品，冇任何公單嘅，同等嘅預算好過你哋去買龍光同埋龍華啦！我哋一齊上去睇下樣板間。OK， 上到嚟啊！睇返我哋樣板間80幾平方，竟然可以俾到咁嘅空間咁地，仲要一扇無遮擋嘅一個陽台景觀。呢個客廳啊，真係你講嘅8方都未必有咁大啊！喺深圳呢邊，然後呢個廚房你睇下。真係90幾方都未必有，然後佢仲要有大排窗，即係煮飯都撐唔硬啊！然後睇返我哋呢一個公共嘅洗手間，十分之闊落，然後另外2間客房都係可以俾到你一個1.8米嘅一個大床啦，同埋3邊落床位，然後主人房嘅洗手間都係好闊落嘅。呢個位置就喺我哋蓮塘口岸7分鐘嘅一個距離，有興趣嘅朋友仔私信我攞資料啊！